應該就唔係，應該就唔係啊！識大燈，阿黃海，你話你70後噶嘛？你70後，你又應該知道，以前呢就5年級就畢業噶，佢冇係6年級，係嘛？佢5年級畢業噶咯喎，因為我表姐係79年嘅，79年佢讀到5年級畢業，然之後輪到我哋嗰陣時，阿兔仔你知唔知啊？兔仔，你哋以前係咪咁噶？兔仔，你哋以前係咪咁噶？讀到5年級畢業嗰啲都好多啊，冇6年級噶，後尾到咗嗰啲80後，佢先係6年級畢業啊，閪佬！我記得我哋嗰陣時讀小學，仲要上夜校，仲要返夜校嘅喎，真係嘅喎，攞住嗰啲火水燈去返夜校啊！係，咪係咯，兔仔都話5年級升初一。你77都係讀6年級，我表姐係79年㗎，佢都係6年，都係5年級就畢業啦。啊，5年級啊，可能你哋各度地方，我表姐係79年，喺我哋嗰條村，喺我屋企大㗎嘛，讀到5年級，跟住就讀初一，初二，晚黑嗰陣時咧就要返夜校。4年級、5年級、6年級嗰陣時返夜校喎，攞住嗰個火水燈返夜校喎，行近嗰啲屋頭屋角嗰啲，你都唔知道幾怕，行去屋頭屋角嗰啲啊！我最怕就以前噶啦，以前冇燈啊嘛，5年制辦咗幾屆噶嘛，咁我唔清楚啊。反正咧，我記得我表姐係5年級嗰陣時畢咗業嘅。係啊，因為嗰陣時晚黑放學嗰陣時咧就係9點鐘啊嘛，9點鐘嗰陣時你知唔知啊？其實返去學校係叫你喺度坐住寫作業㗎咋，冇老師喺度個，有老師佢都係喺度，佢自己都喺度睇報紙睇書，佢係咁㗎，晚黑唔上課㗎，應該就好多屆，唔止幾屆。有5、6屆應該係，係啊，有5、6屆。反正咧，我又咩着長袖啊，嗰雙眼生嚟襯嘅咩？黃建雄1年級蚊幾紙，5年級畢業上夜修，氣燈，初中6蚊半，初中6蚊半。我記得我讀嗰個以前嗰啲幼兒園，係啊，4年級、5年級要上晚修㗎，係真係要上晚修嘅。我最記得咧，放學嗰陣時，嗰啲男嘅攞住啲火水燈㗎嘛，佢冇電筒㗎，屋企有米嗰啲咧，佢稍為有1個2個有電筒，但係好少有電筒啊，攞住個火水燈就咁樣，咁樣行返去，嗰啲男嘅咧就喺嗰啲巷仔嗰度木住嚇你，係啊，5年級9蚊幾啊，咁咪平咯。我哋以前讀幼兒園嗰陣時，我哋以前幼兒園咧叫做學前班，我哋都一樣噶，一樣噶。嗰陣時讀書讀學前班，幼兒園嗰陣時30零蚊，我記得係30零蚊，我老豆都俾唔起。去嗰啲祠堂嗰度返學嘅，學校係冇學校，有但係好細間，只有2年級、3年級、4年級、5年級喺嗰間學校嗰度。嗰個小學嘅小學1年級同埋幼兒園嗰啲啊，而家就話幼兒園啫，以前係講學前班嘅，喺祠堂嗰度讀書個。係啊，在祠堂嗰度噶，我最怕噶啦，諗起身我都最怕噶啦。讀咗2年，喺祠堂嗰度，應該講話讀咗3年，讀咗3年啊，因為我1年級讀咗2年啊，留咗1級啊嘛，係啊，留咗1級啊，我嗰陣時，
木鞋啊，咁我又好啲，我最少都有對爛膠鞋着啊。係啊，我最少都有對爛膠鞋啊。嗰陣時交唔起學費啊，兔仔你都唔知啊。企喺操場啊，佢唔畀你，係。